魔神仔阿宝的故事。魔神仔阿宝当大人的迄一天，准备要出门的行人，乌天暗夜的街巷，阿宝啊伊是行甲面色白苍苍。街头巷仔尾大厝体，暗算要来下行一人家。电视咧播戏，带一个美到变数，哎哟，竟然是无电话。我啊暂停一困头，这个精彩的结局，先爱加留。若是全部甲写了，讲透透，这店的头家伊会晓。使用的歌调是五更鼓。